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有一栋徛家厝甲仓库着火，烧去到隔壁回收场，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按照着火原因，要搁咧调查。APEC 领袖峰会重点是全球气候危机。拜登和习近平会谈了后，美国是强调讲会继续卖武器给台湾。那白合明仔载要公布民调的结果，决定总统正副手的人选。民调3个专家因暗嘛要讨论计算的细节。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仔透早4点外，台中新港有一栋徛家厝甲仓库着火，火是烧去到隔壁的回收场，因为风真透，熬着火的物件拢一声就烧起来，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按照着火原因，要搁咧调查。火烧甲正猛，乌烟一直冲起嚟，消防队赶紧由水线拍火。台中新港新兴路一大人家厝含仓库，17早起4点多发生火灾，却因为风正透，火势一下就引到隔壁的回收场。非常大了，已经非常大了。但是目测是我们往这边看，是感觉起来好像民宅烧掉。消防队出动80人、30台车来拍火，这户贴砖啊、大铁厝的真家厝着火时阵，死亡的厝主3代人带5个，还佫伫咧困，惊精神了后随走出来。其中47岁太太和24岁查某囝有2拍到40拍的小烫伤，因那27岁后生唔知啥原因走到厝内，摔掉伫内面。我嘛唔知道，走一换，佫唔知佫翻头行，就走袂出来。哦，伊佫翻头，啊是要捡物件啊？可能是会犯法。消防队表示，这户平常时也有伫咧共大铁厝，仓库内面有囤一寡建筑材料，因那边仔的回收场是囤规堆的泥仔，才会烧过去了后半道收煞。也因为这户的铁厝已经烧甲放落去，消防人员伫6点37分控制火势，9点14分把火拍花，落尾入去厝内面敲，早起10点10分发现到厝主后生遗体。第一时间呢，他们是有逃生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状况。那据家属的指称，那这个受困失联者在初步逃生以后，有折回火场的一个现象和情形。那在进去以后就没有再出来了。这场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2人受伤，受伤的民众送到台中荣总急救。消防局表示，起火点甲导火原因拢无清楚，佫需要案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因为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为昨开始天气反冷，下暗到明仔透早，温度上低可能达到10度以下。另外，伫南投的日月潭，昨有民众翕到那像是罕见的冷加水、光掠水。气象站表示，这是因为冷空气甲烧空气对流，才会出现这款情形。目前还袂当确定是冷加水。一缸长长的光掠水，为水面降到天顶，一下靠正边，一下靠倒边。这光掠水出现10几秒，外面后民众翕落来，讲有影罕得看到。就看客人在桥上就比那边，我就跟着看，然后就看到天上有一条很像柱子龙卷风的样子，就看它我就拍下来。昨日下晡5点外，有民众伫南投日月潭看到水面那像出现光掠水，虽然无造成伤害，不过民众感觉真稀奇。气象站表示，敢是真正光掠水，也阁需要更较侪资料证实。不过这应该是和无稳定的大气环境有关。锋面尾端通过中台湾地区，伴随锋面通过后的冷空气以及潭区比较热的空气，产生旺盛的对流。受到秋天头一波大流冷气团影响，10日开始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加强，全台明显降温。气象署表示，这波冷空气算是大冷，中部以北低温是12到14度，不过17下暗到10日透早，气温明显较低，各地气温拢可能降到10度以下。空旷地区或是内陆近山区气温会再低一些，尤其辐射冷却影响之下，局部地区气温可能会再低一点点。先针对明天清晨的苗栗以北还有宜兰空旷的地区发布低温特报，可能会出现局部10度左右的气温。气象署表示，北部、东北部规日拢是较凉冷的天气形态，中南部日时气温明显回升，早暗温差较大。有个礼拜冷空气减弱，不过要注意早暗的温度悠远的较低。记者综合报道。3天前，有一个教人拍风雷的教练罗继贤去中国直接表演的活动，说服中国买手气，替因做间谍，招待台湾的军官试探军情。
台北地检署今仔日甲一个教练罗继贤、有艺人郭书瑶的小弟郭碧婷等等10个人，拢依照违反国安法起诉。那军官漏泄机密的部分会另外侦办。邱红雷的教练罗继贤涉嫌为中国伫台湾发展组织吸收士官兵窃取军事情报。台北地检署侦查中检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罗南等10个人。其中艺人郭书瑶的小弟郭碧婷也被查出提供口座和罗继南收取中国的资金被起诉。经甲官侦查终结，于今日以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等罪嫌，起诉鲁姓被告等10人。检方的起诉书讲，罗继贤109年去中国找邱红雷的商业演出活动，和中共情报工作人员吸收，前后至少收570万。透过体育士官兵招待因食饭、付因钱做报酬，为中国发展组织窃取军事情报。另外，被吸收的现役士官兵涉密的部分，北检另外侦办。很多共谍案实际上是我们官兵检举了以后，然后我们跟检警去配合，那么做一个追查。针对强谍案，国防部表示配合检警调查，也强调国防部对保密防谍这件代志正重视。未来也是透过教育等方式，继续强化官兵保密防谍的警觉性，阻止窃取国家机密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APEC 领袖峰会会谈的重点是全球气候危机。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要开美金4300亿去再生能源设施，改善气候问题。不过，同一个时间，伫旧金山大桥有超过200个人封路抗议，要求加沙赶紧停战。伫会议开始进前，21个经济体领袖甲代表大家做伙翕相。主人美国总统拜登徛伫咧主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徛伫咧正牌倒边。APEC 领袖峰会开始进行，拜登伫咧开幕致辞时阵讲，习近平不解问讲，为什么美国会积极参加太平洋事务？It's because we're a Pacific nation, and because of us, there's be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allowing you to grow. He didn't disagree. 拜登重申美国的承诺，讲袂离开，也强调美国正伫咧去风险化甲多元化，但是袂甲北京脱钩。拜登也讲，建议亚太地区的伙伴会让为企业提供比中国更加好的选择。这场非正式领袖对话，重点是放伫咧气候危机，讨论全球气候变迁。Every economy is seeing signs of what's to come if we don't act. Droughts, floods, seas rising, temperatures rising, and more unpredictable weather patterns. 拜登伫咧讲到美国2022年降低通膨法案，这项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气候投资法案，将会投资4300亿美金，来提升永续性、改善气候变迁、加建设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在此进前，习近平也参加一场欢迎晚宴，加州的州长纽森特别送一领 NBA 金州勇士队的球衫。衫顶头有印背号8号加习近平的英文拼音。Golden State Warriors。我穿上这件衣服以后也会变得这么神勇吧？示威民众用车挡伫咧路的，也有人看白布条倒伫咧路中。超过200位示威者，10人伫咧交通要道旧金山大桥顶头挡喺路的示威，因要求加沙立刻停火。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加州的警方伫咧发驱散令了，逮捕60位示威者，并且派拖车甲挡伫咧路的车拖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了后，是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北京的官员嘛证实拜登有甲中国警告，叫因莫干涉台湾的选举。那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军售案嘛未改变，会继续卖武器给台湾。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人伫咧旧金山的见面，有讲到敏感的台湾问题。参加的北京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17日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阵，伊证实拜登确实伫咧会中警告中国，唔通干预台湾的选举，也明确表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台海和平加稳定。It was very clear with President Xi that
our determination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remains strong. He warned the Chinese not to interfere in the Taiwanese elections. Believed that Taiwan's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were precious. 美中希望会当降低紧张的情势，不过拜登伫咧会后，又员讲习近平是独裁者，引起中国外交部的不满，认为这种讲法是错误、无负责任的政治操作。美国学者也认为，拜登的回应是无必要的。The dangers that come from the Taiwan issue haven't been relieved, and both sides need to work with great care to make sure this doesn't lead t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办事会虽然达成恢复军事沟通的共识，不过台湾的问题。双方看法也是差真多。外国媒体报道，伫咧雅加达参加东协防长扩大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重申华府对提供台湾武器协助自卫的承诺，也会继续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Continued progress and greater peace and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region. 对于奥斯汀部长的由我发言，外交部表示肯定与欢迎。咱外交部讲，奥斯汀的发言代表对台湾安全一个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甲承诺。台湾作为印太地区甲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将会继续积极强化自我防御能力，深化台美安全伙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APEC 峰会办伫美国旧金山，各界拢关心内场的互动。咱台湾的代表张忠谋和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布兰纳会谈。因为布兰纳目前咧看美国的晶片法，这届双边会谈对台美整个的经济形势应该会当加深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南韩总统尹锡悦伫美西时间16日起，约伫南韩代表团大面的饭店会晤。其实差不多时间，咱领袖代表张忠谋也由驻美代表萧美琴陪伴，伫咧饭店停留差不多40分。Horace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今天见了谁呢？不好意思，慢慢来。保持距离哈。代表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Can you make a path, please? 今天有没有特别见谁聊了什么东西？我们都很好奇。媒体所问的张忠谋无回答，就甲萧美琴做伙坐车离开。暗过会谈对象虽公开，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所指派，白宫国安会首席经济顾问布兰纳，目前主导美国基础建设法、晶片法这重要政策。南方人员也有国安会副秘书长齐书谦、财政部长曾翠云、行政院政委郑振中等人，双方团队伫会中就总体经济形势、台美经济关系的深化合作议题进行意见交换。各国领袖代表同一天做伙翕相，张忠谋徛伫第2排，两边是越南总统甲俄罗斯代表。所来展开非正式对谈甲工作午餐。张忠谋为照往例，用英文字头 T 摆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甲泰国总理谢塔中央，甲两国交流拢真热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那白合明仔载就要公布民调的结果，来决定总统正副手的人选。民调3个专家因暗嘛要讨论计算的细节。国文地办公室表示，马英九推荐的专家应该是见证人，唔是来投票的。希望专家会当找出共识。若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呼吁郭台铭回来支持国民党。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别不忘记啊，我们都不会放弃。第16个民进党内部会议讲到6月赛，郭文典再一遍对支持者发挥，更有信心我后配会赢。那白合第18日将会公布民调的结果，决定总统大选的组合。这么传讲民进党士气正歹，郭文典可能会反悔。不过官办再次强调，理解主席的决定，已经准备好势再出发。但是对民调的比赛规则，希望会让国再讲清楚。希望能够采用共视觉的方式，不要采用这个比数投票，因为马前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民调专家，他应该是见证人，而不应该参加这个比赛的投票。那配合3位民调统计专家，前总统马英九推荐政大政治系主任陈耀辉，国民党是推派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必中，民进党是推派求真民调公司的总经理关帝武。团讲17号3位专家将会进行会见会，讨论民调采集的细节。既然是讨论蓝白合，那就应该用那个侯科配对上赖萧配这种民调来比较意义。
那个什么沙卡都、斯卡都的那个要排除了，详情还是要在我们3位专家来详细会谈，才有办法确定。我们期待他能够回到蓝的阵营来，大家呢一起来团结一致。对郭台铭是不是退选，也或就赖配合正低调无回应。相比较在野整合又有挑战，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到新北市的土城参访科技公司。人工智慧挑，对，挑咖啡豆。是分钟。面对南北地总统大选中的合作，赖清德重申竞选的策略本来就是设定1对1的对战模式，有信心会当赢到选举。记者综合报道。啊，那前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昨宣布退党，换加入民众党。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元珠表示，黄国昌加入民众党是甲自尊放杀和恶鬼做买卖。啊，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昨嘛当面邀请黄国昌来选不分区的立委。前立委黄国昌伫16宣布退出时代力量，要按照公布，因为支持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理念，决定要加入台湾民众党。民众党表示，期待伫黄国昌加入了，会当重新让人民对政府甲司法有信任。但是时代力量认为，黄国昌是无顾家己的自尊，甲魔鬼交易。以我认识的国昌，要放下自尊和魔鬼交易，要跟牛鬼蛇神站在一起，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也很难以想象，那个曾经站在数十万人面前高喊着退回服贸，也高喊过下架中天的国昌，有一天可能会反过来，必须要帮两岸一家亲，又或者是重启服贸，恢复中天来辩护。我希望说，这个加入蓝白阵营的黄国昌，在面对中东锦、面对李全教、面对蔡正元、面对邱毅，在面对9·2共识、面对两岸一家亲的时候，能够具备基本的价值立场。王元武表示，伫咧拿捏一个乌金的光球之下，行出一条第三势力的路是真困难的。伊无法度认同，也无可能去选择较容易的路行。对此，黄国昌表示尊重。针对退党的原因，伊无加讲，只敢讲一言难尽。因若是毋是落伫民众党无分区的立委名单内面，是由党内来决定。2024年整个对我来讲，目标的设定上，我还是希望说能够促成蓝绿两党在国会里面都不要过半。那加入了民众党，就是希望能够帮他们把他们的政党票跟席次最大化。针对未来若是南北合赢到总统的情形，是毋是依然有意愿担任法务部长？黄国昌讲，上重要就要看迄当阵是谁人做行政院长，这个人是毋是有法度尊重，可以有独立的空间放手去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国造军舰又阁有新的进展啊！海军和中信造船公司签约，要打造轻型的顺风舰，阁有防空型甲反舰型2只军舰。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嘛专工落南主持开工典礼，宣示国军保卫台海和平决心。雷射切割港帮正式开始建造轻型顺风舰、防空型的圆形舰。海军甲中信造船签约，准备打造轻型顺风舰、防空型甲反舱型2只圆形舰。17透早举办开工典礼，总统蔡英文、国防部长邱国正等人拢特别到高雄，见证第一只国造轻型顺风舰开工。我们持续迈向国防现代化，轻型巡防舰的吨位小，建造期程短。可让我们海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减少主战舰的耗损，在兵力运用上也更具有弹性。由中信建造轻型顺风舰，全长大约115公尺，宽大约15公尺，标准排水量大约2500吨，满载排水量3000吨，有防空反舱甲水面作战等能力，会使配合现行主作战舰，嘛会使有效应应中国的侵蚀，强化联合制海战力。比10年前的任务更重要，政府对我们这个产业有信心，我们也要有做好的决心，
期待我们3年以后再次能圆满达成这个任务。洪康兴、阮兴南约坐伫2026年完工交船，因两化局势紧张，各南各做一棒接一棒，要保护台湾的作战能量，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嘛宣示海军保护台海安全的决心。记者陈焕武、面交关高雄报道。来关心国际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以色列军队拍入去加沙的西法病院。讲伫病院找到哈马斯的武器甲地刀，另外阁发现一个真实的尸体。不过针对指控，哈马斯原来否认。另外，加沙南部最近出现宣传单，警告百姓爱避去避难所。外界认为这代表以色列可能要为加沙的北部拍去南部啊。伫涂骹摆真侪穿大袖甲手铐。以色列军队这礼拜突击加沙地区上大的医疗院所西法病院，讲哈马斯利用病院做暗号，甲指挥中心设伫咧病院的骹。虽然以军一开始并无伫咧病院内面找到相关证据，一直到16才放出这段影片。As we can see, we are in the heart of the hospital, and this is where they choose to hide everything because they know the IDF won't attack. The Air Force won't attack here. 以色列军方讲，已经找到哈马斯藏伫咧病院下骹地道的入口，伫摧毁地道了，踮一台停伫咧病建筑物之间的一台卡车顶头发现武器，推测因原本会互哈马斯提起进行10个吹切的攻击。不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讲法是反驳。There is no center or control room for Hamas in this hospital. We avoid all the hospitals all the time. The Israelis, they have said that about Rantisi Hospital, and they were lying. 另外，以色列军方伫咧搜查的过程中，也伫西法病附近发现被绑架的一位65岁年纪的尸体，目前已经通知家属。איתרה את הגופה באחד מהבתים במהלך הסריקות, כאשר ליד הגופה נמצאו אמצעי הלחימה של המחבלים אשר החזיקו ביהודית. 另外，以色列宣布将要摧毁哈马斯伫加沙北部的军事系统。自拜三开始，加沙南部主要城市出现以军空投的宣传单，内容警告当地居民赶紧撤离到避难所。外国媒体讲，以军有可能将会对南加沙进攻，恐惊会让当地人道状况更加严重。公司新闻人员编辑。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超过1个月啊！联合国安理会是头一届通过决议，要求加沙延长人道暂停，互救援物资有时间会当送入去。另外，卡达出手协调之下，哈马斯会甲50个人质放出来，交换停战3天。联合国安理会15日针对马耳他提出的加沙走廊冲突延长人道暂停这个决议做表决，落尾伫美英罗这3国的弃权之下，以12-0通过。这嘛是以下加沙冲突1个多月来，安理会第一摆针对人道暂停和进行人道援助通过决议。以色列坦巴勒斯坦的代表嘛对这回应。This council has just adopted a resolution that is regretfully detached from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Israel commends the Council for calling for the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the 239 hostages. The Security Council should have called for a ceasefire a long time ago. It should have called for a ceasefire now. 另外，以军已经第15攻入去加沙上大的西法病院。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15是谴责以色列，讲因伫西法病院的军事行动完全无法度接受，讲病院毋是战场。但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15视察加沙边境，强调讲包括西法病院伫加沙走廊无以军无法度去的所在。美国总统拜登15伫 APEC 的记者会顶悬明确表示讲，加沙冲突若要结束，都要确定哈马斯已经无法度再有发动亲像10月初7攻击的这种能力，但嘛明确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走廊。I made it clear to the Israelis I think it's a big mistake for them to think they're going to occupy Gaza and maintain Gaza. I don't think that works. 另外一方面，卡达伫15嘛继续寻求和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人质谈判，希望会当有进展。目前上新的消息是，包括和哈马斯来放50个人质，来换以色列停火3天。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连锁的咖啡店星巴克，逐年寒人拢会办红白节的圣诞节活动。即天会随在人客啉甲饱，阁会送免钱的环保杯仔。逐间店是拢无用试寒要做咖啡。员工是下箍价卖分货，
即阵美国的星巴克200多间店就罢工1日，表达抗议。纽约市星巴克员工伫咧年度上重要的促销活动红白日罢工1天。伫即天，美国星巴克有超过200间的门市员工罢工，要求改善人力的安排甲工作环境，抑有加薪水。Red Cup Day is a notoriously difficult day for Starbucks workers because they're asked to do the work of like 4 other baristas at this insane speed. 红白日活动，星巴克免费送环保杯予人客，而且在你啉，予你啉到开。员工唔但是下4名主咖啡，亦佫会予一寡等袂久的人客骂。根据零售情报公司 Press.AI 的统计，2022年红白日即天，美国星巴克门市的人客比前年每天平均量增加94%。We're just really tired of overworking ourselves. 星巴克讲，伫咧美国的门市16即天有营业，有几多10间门市加一寡员工参加抗议，不过即寡门市也是有超过一半早期有开。红白日罢工是星巴克员工自2021年年底伫纽约水牛城一间门市成立工会以来第5遍大规模的劳工行动。不过罢工对星巴克的销售影响无大。2023会嘅年度一直到10月初1的统计，星巴克的营收成长12%，达到创纪录嘅360亿美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镜头转来到国内，为着要解决国内薪水上低的问题，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进前要提出公司申请上市上柜，应该要审查因上低薪水。安那金管会表示，敢要立即审查项目，就该爱详细评估。因应国内薪水上低欠工，抑个引入移工的问题，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最近讲，企业伫咧申请上市柜的时阵，要有上低薪水的审查，比如讲3万以上。对此，金管会做回应。如果有必要，将请公司说明及承销商评估申请公司员工薪资订定政策发放情形，同产业比较薪资是否有偏低的情势。金管会表示，伫即马证交所加柜买中心伫咧做上市柜 IPO 审查时阵，亲像企业的财务业务、抑个公司的人力资源、劳财计划加薪水。或者是过去是毋是有发生过重大劳资纠纷，拢会纳入是毋是准的参考。伫目前金管会有4大措施，比如讲企业替员工加薪水，伫咧评鉴这部分会当加分。伫年度财务报告爱公布非主管阶级的员工平均的薪水，抑个别的董事酬金也会对外公布。上面是推测台湾关心100薪酬的指数。我认为是好的方向，好的事情。上市柜这是在这个行业的前5名、前10名公司啦，所以都不会低于3万块以下。低薪的族群大部分都在服务业，你服务业要怎么去把它提升上来？我跟你讲，很简单一个道理，你降低服务业的税，然后把这些降低的税把它溢出到这个员工身上去。针对 IPO 审查的条件，若是有纳入上计薪水的条件，专家认为，安尼是企业的顶头有政策，下口有对策，可能会出现资遣薪水较低的人，或者是改制派遣能力，颠倒会出现反效果，造成社会部分不安定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的调查局接到检举，讲一间替百货公司的食室连锁餐饮店处理废油的环保工程业者，发包予无牌厂商，甲废油倒入去沟仔底，造成污染。检方是约谈15个人，甲负责人收押。这台水肥车违规停伫咧红线，直接甲公仔插入去水沟啊，马上就予地检署大动作查缉，因为这一桶一桶拢是收集的废油，有什么环保业者无另外处理，而且委托无牌的厂商经一寡较偏僻的所在，直接排水沟仔底污染环境。针对不孝环保业者，自109年起，承揽部分医院或百货美食街、食品业者等废油泥清除处理工作。竟发包与无照厂商处理，且恣意排放至下水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台北市林地检署15个指挥新北市调处兵分16所在，发现涉案的公司要替有名的老肉饭连锁店火球场清理废油。除了团伙姓董的头家，也找火球场姓洪的员工，总共10个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等人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违法清除处理废弃物等罪嫌。其中某卫生工程行同姓负责人
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在即马市场的行情，食品的废油要清除，处理费一栋差不多3万。这间核心的业者2栋只敢收3000到5000，3年来不法的获利超过3500万。在信号4栋的业者升压，其他分别以10万到50万交保候团。因若何处长也发声明，讲已经紧急换合格的厂商，也会配合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癌症研究总署伫2003年已经把槟榔列作致癌物，因为槟榔本身的槟榔素、槟榔碱伫咧煲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致癌成分。而且消基会去抽查槟榔达，发现超过50%的业者会卖予18岁以下的消费者。消基会是呼吁政府赶紧立专法管制，卖予槟榔继续危害民众健康。根据卫福部2021年的统计，喙腔癌伫10大癌症死亡率当中排第6名，其中有8%以上的人有煲槟榔的习惯。但是国内针对槟榔的买卖和健康危害标语等等，一直拢无真照全的规定。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根据调查全台湾53间槟榔档，发现讲有56.6%的业者卖予技术未成年的消费者。连穿学生衣服看起来就是学生的，未满18岁还是一样照卖。那这部分呢，大概有30家的槟榔摊呢是有这样违规的这种现象，所以呢，这高达超过50%的呢，这个槟榔摊呢是违规的、违法的贩卖槟榔给未满14岁的这些我们的青少年哦。消基会指出，目前干那日小法有规定讲，任何人若是提供槟榔予18岁以下的人，会当罚1万至10万的罚金。不过，针对其他的管制措施，拢无相关的法令。消基会呼吁讲，为着国民的健康，政府应该要赶紧定专法来管理。目前我们针对槟榔的防治部分，真的是进度非常的落后，其实也甚至是完全的是没有进度。槟榔对于健康的这个危害的部分，并没有设立一个专法去好好的积极的管理这部分。我们要呼吁，能够在这部分能够加强然后加快它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脚步哈。槟榔只是一级致癌物，它没办法用食品来管理。槟榔防治就涉及到很多的面向，我们各界的共识还在凝聚当中。消基会嘛建议政府会当把槟榔的管制征收伫咧烟害防治法内底，比较烟酒爱有执照才通卖，也是讲另外立槟榔专法，建立完整的管制措施，维护国民健康。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为了要减少柴油车的污染，环境部补助车主，甲旧车的燃油控制系统换新的，上无会当改善50%以上的污染物。不过目前旧柴油车有申请换系统的，干那2成，所以环境部决定要甲补助延长到明年底。要减少高污染的柴油车伫路上拍拍走，过去环保署推出老车汰旧换新的补贴，成功予193期的老旧柴油车为144000外台降到75000台，减少将近5成。为着要予这个咧上路的老车会当继续减少污染，环境部决定甲燃油调收控制系统的补贴延长到明年。经过调修之后，我们有做监控，大概粒状污染物就可以降了大概50%，空污的这一个排放量能够降到最低。要予老车全面退场并无简单，定会当透过补助老车的车主去调收车辆，设法予污染减量。环境部表示，嘛是希望年限已经到的车主会当汰换掉。目前已经申请调收补助的老车，只占整体老车的2成左右，民间是乐见延长补助。他要拆掉拆掉的，甚至说他也顺便把其他的话也要修理啊，所以大概都要花1天到2天的时间了。要有萝卜嘛，要有棒子。环境部嘛规划为明年开始推动高污染柴油汽车排气定期检验，将来予民众检举的木材仔车或者是路边拦查无合格的柴油车，这高污染车辆必须要连续2年进行定检，嘛要连续2年检测拢合格，第3年开始才会当唔免搁检。记者林正梅、林志坚台北报道。来看内政部举办移民官的专业训练，今仔日是结婚的典礼。这名学员接受训练要掠老婆移工，所以这体能是1点都袂当凊彩。因为未来开放移工是趋势，移民官也着会晓讲东南亚的话，做伙守护边境的安全。
无语拄到浪江的移工要甲逮捕，所防拒捕，需要进行紧急压制状况。移民官的专业训练真实战，除了逮捕术者的训练，体能的训练嘛袂当凊彩。这是移民署移民官的学员训练状况。45个学员是对去年考移民官9000人内面，红选出来真厉害的角色。经过上长1年的训练，17是总算结业，考过驾照，所以渐渐的觉得自己好像。其实是很喜欢国境这个单位，长官跟我的同事的支持鼓励下，我才开始就是慢慢准备考试。参加的学员是拢真厉害，对越南语、英语这语言拢有专长。亲像越南文组的学员陈卡怡，捌伫通机场第一线证照的考验6年，佮查到假变做护照。另外，印尼文组的学员江碧庆，捌伫航空业侨委会服务，因为真介意移民官的工课，决定要转换跑道。那我本身就是除了英文的专长跟我报考的印尼文之外，我自己之前也曾经在韩国交换过1年，所以我精通韩文。在未来，各位在第一线执勤的时候所获取的经验，还有从我们各位学长姐身上所去学习到的，甚至是未来进一步的科侦的能力，我想都是需要大家进一步来加强。这批完成结训的移民官未来会做科员和助理员这个工课。内政部长林佑昌嘛，希望这批厉害的新人会当继续打拼，比作守护国境安全最佳守门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去年9月推出一种敢若会当伫网络顶管用的高雄市民卡，讲会当包办生活的大小事。不过实际去访问市民，却发现大部分的人听拢唔捌听过。而且有民代发现讲，这卡片的资料无整合，要一直办会员，用这张卡片实在是无方便。摕着敢若会当伫网络使用的高雄市民卡，随机来访问市民。捷运的那个卡吗？还是什么卡？就叫高雄数位市民卡。这个我不知道。真侪人含听拢无听过，总算找到听过这张卡片的人，伊说讲因为无介好用，无申办。迅速跟效率的问题啦。那您自己的建议？还是要多改进，毕竟这种东西是市民大家要服务的东西嘛。延科会去年9月杀出这张卡片，试办到今年4月底，注册人数敢若18000人，真侪市民听拢无听过。民代甲同款的问题起来问市府首长，发现敢若主管机关延科会的主委有申办这张卡片。这张卡讲会当包办市民大细项代志，提供着市府机关申办服务，嘛有运动中心、借车等等的服务。所有民代发现会员资料无统整，要使用运动中心，还阁办一届会员，其他局处嘛同款，甚至网络的客服人员。回答的拢不是你问的问题。要去申办其他局处的业务，我却还要再注册一次那个局处的会员，所以导致这样的程序非常的繁琐，也非常的不便民。那因为各局处他们的这个实在申办的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只能逐步慢慢的把不同的局处慢慢纳进来，这是我们会是比较我们的计划会来做的哈。延科会表示，会先整合各运动中心，互民众注册了后，唔免各中心来设定校号，后续会慢慢甲其他的局处纳入，嘛会改善智能客服的功能，互卡片会当符合需求。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云林县的拿来分化厂自2005年起好到今18档啊，拢还未启用。县府最近请专家评估规划几纳个方案，不过前提拢是讲未当小本数。希望分化路会当转型来处理农业废弃物，不管要用到一种方案，拢要经过中央同意、地方民意接受。咱来分化场在2005年完工后，目前大门锁起来，一直还未启用。近期文管府邀请专家学者评估，针对农业大关，希望未来当转型处理农业废弃的资材，例如落树、果树做成生物炭、花果农地地质改良，还是作为新质燃料等等。但在地民众侪少嘛是烦恼。你即摆政府挡咱稻草拢袂使烧，稻草是有机的物件，想要明烧，迄种废弃物哪可能明烧，对吧？哪可能无影响？这是较重要物件。结果佫变相讲，毋是讲遐单纯讲，甲遮农作物伫遮烧尔。当地民众表示，若分化路规划无小本数，对当地环境会当减少污染，但上惊就是规划后变相使用。对此，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咱来分化场无论是倒一款的转型方案，咱必须得到中央还是民意接受，才来进行。林的分化路未来
一定没有焚烧垃圾这个选项了哈。那目前我们透过专家学者的一个评估，解决云林县县内农业废资材、木质类的废资材是其中一个考量哈。那当然，任何的转型方案也必须要获得中央跟地方民意的一个认同，才有可能来推动啦。黄木桥就讲，温泉内粪数量一天大约105吨，现在是以机械分选设施造成烟尘燃料，按说明年会当达到自主处理，但全国目前阁堆置15万吨的粪扫等待气化，配合民众嘛是要做好资源回收分类，减少县内粪扫量。记者吴立报道。动物园唔但会当看动物，即马阁有互动耍游戏。游客只要用手机甲寿山动物园官方 App 抓落来，除了会当看到园区的地图，阁会当甲动物互动佚佗。若是拄到紧急的状况，阁有敲电话功能。即马互寿山动物园加做全台湾头一座智慧动物园。对，走一小步。好，太棒了，太棒了！大家到动物园佚佗，拢会翕相纪念。手机所出现一档大猩猩，我伫边仔甲民众做伙翕相。这是寿山动物园上新的 App， 民众只要将 App 抓落来，内底有真侪会当甲动物互动游戏。不管是动物甲你翕相，也是挂直衰目镜，会当看到家己画动物伫面头前。民众体验了后，拢感觉真神奇。我相信动物园都无这种的体验。如果借了这个 app， 可以让我们跟动物近距离这样子玩，跟互动，可以这样子玩，就还不错。大象它在旁边，然后羊驼有3只，然后大象有1只。今天的时候，我看到动物它们在跳舞。今年寿山动物园甲爱旭电脑合作，利用5G 科技技术，伫 App 内底除了有带路机服务，游客会当哪行哪知影动物介绍，佮提供 AR 动物名称合影、互动游戏服务等等。拍破过去动物园只有神园区的印象，互大人甲小朋友有无同体验。像咱有迄种像堆水果塔，还是动物大迁徙，还是讲是咱会当用戴上咱 AR 眼镜，咱会当看到咱有的动物出现伫咱真实的动物旁边。为着保护游客安全 ，App 内底阁有设紧急电话通卡，互游客会当安心伫园区内底佚佗。目前 App 才推出无偌久，会当开放互民众免费体验。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咱台湾的族群多元，不过大师大调查发现讲，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家己并无了解家己族群的文化。学者认为语言是传承文化重要的方法。不过，即卖教育体系煞无啥空间增加母语课程。学者是建议政府改善教材，和本土文化连结会当更较深入，改善母语环境，和母语正常化。母语教育正在推行，母语也甲本土文化牵连真深。目前成果如何？苏大一项研究指出，发现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家己要是无了解家己原生族群的文化。这就是一个危机嘛。好，因为即马社会活动包括交流啦、直接其实真密切。好，家己的本位也是讲咱家己的文化底蕴若袂用个遮压调。真紧，咱文化就流失啦。记者实际访问民众，发现现主时有部分少年辈认为，家己的母语就是华语。中文吧，但台语也会讲啦。可以是以活动的方式来进行，可能会比较有生活化，在网络上传播会比较快速。比如说像拍 YouTube 影片或是什么，大家可能会比较接受。母语的认证之类，就像那个原住民语也会有一些认证。计划主持人郑宗宪教授认为，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真侪本土文化拢秘伫母语当中。若要改善母语环境，伊认为，因为现主时学校课程已经受过满，歹阁加入更较侪母语课程。政府若通透过改良教材，结合祭拜、过节，为生活做起，颠倒较实在。家庭是咱日常生活中间上主要的一个场所。民众认为接受文化的气氛上重的宗教啦这款祭拜啦颠倒比起美术馆啦、博物馆更较重要。当伫教材当中进行一寡思考这款思考呢会当甲生活结合。研究指出，有85%的民众认为，要落实文化教育上重要的方式，毋是读册，是以行动参与。郑宗宪指出，这也证明以教材辅助家庭建立母语环境，互母语通正常化，是政府应该去思考的方向。记者郭牛水台北报道。桃园这个月有一个展览，叫做台语文学越讲越写，
是桃园市台语文化学会主办的。因认为教育部虽然有定台语的推荐用字，不过侪拢是少音字，较无合意思。学会认为有较妥当的汉字会当表现，希望透过展览，和大家做伙来交流。日日读册过2摆，吹过公园开眼界，五花杂色好所在。桃园台语文化学会会员用台语读音的文学创作，学会推出台语文学我讲我写展览，展出会员的文章甲书法，嘛甲会员的文学创作出版注册。民众若是想要了解台语音安怎读，内底更有 QR code 扫一个就听会到。因毋望透过展览和册推广台语汉字的书写。展览的主要目的就是讲，咱台语用字。要用安怎写较妥当，因为用少音来讲哦，人看唔慢创会会长李立洲9年来注心研究台语，嘛捌编写过书典。伊指出，教育部虽然有定出台语的推荐用字，不过侪拢是少音字，较无合意思，所以学会认为有较妥当的汉字会当表现。学会到今已经有22档的历史，一直拢有在开课，嘛毋望会当有少年家来加入台语的推广。基本上，我拢是对这个叫做台语教育为重。阮嘛有开课。伫这个叫做社区大学，阮这个中青学院，阮拢有伫遐开课。基本上拢是退休的较济啦。我嘛就希望讲做有较少年的有要来遮来，算讲做甲咱的母语，过来甲传承落去。学会即届的台语文学展览一直到11月19为止，伫咧桃园的光影文化馆展出。希望讲侪关心台语发展的民众和台语老师做伙来思考交流台语用字的议题。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桃园报道。全世界有真侪家乐都会开教育课程，和受刑人上课。伫咧美国伊利诺州的家乐，就甲西北大学合作，栽培出美国头一阵16个摕到毕业证书的受刑人。这是一场较早捌看过的毕业典礼。伊利诺州斯盖蒂维尔家家的16个受刑人穿学士袍，真骄傲的领全美国前10大名校西北大学的毕业证书。其中51岁的布罗德维一面读册，一面对抗粒乳腺癌第4期的折磨，也是完成学业。因为健康问题，无法度去家家看伊的妈妈嘛坐伫台骹，将近20年无见面的母仔囝揽的哭。She only wanted me to live my best, live up to my potential. She saw things in me I didn't see. So to give her that, it meant everything to me. 另外一个受刑人所托是美国读法学院，同期的毕业生原来有人按算阁进修，因重新得到自信，希望出家了后，家己当重回社会，改变世界。推出这项西北大学家家教育计划的李奇教授真感动。20 years ago, some of these guys were in rival gangs, you know? And here they are swapping poetry with each other and giving, critical engagements on, sociology assignments. The love and growth that we see in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unlike anything I've experienced at the on-campus commencements. 西北大学是全美国唯一伫家家提供正式学士学位教育的顶级大学。目前伊利诺州2个家家拢总有差不多100个受刑人当伫读册，其中原来有重刑犯。布罗德维刑期爱到2084年，伊讲若做有机会提早出狱，想要创办一个非营利组织，帮助少年人追求艺术、体育甲音乐的美梦。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瑞士的科学家透过创新的镭射扫描的技术。用3D 列印的方式印出一支机械手骨，有骨头、有筋肉，袂输是真的同款。镜头同一个，这支机械手骨的动作，就和真正的人同款自然。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透过创新的镭射扫描技术，结合新型的3D 列印，会当一摆印无共材质的材料，互机械手骨的结构和动作拢真有路。And we can give it tendons, we can give it ligaments, we can give it a capsule,
We can reassemble the bones, and all of this happens with one print process. 传统的3D 列印是伫个电脑控制之下，甲原料一层一层一直塔起来，再用主外顶甲每一层拢固化。但是这过程干来让处理一寡较紧坚重的塑胶料。随时这个研究团队是用固化时间较长，较会当春秋嘛较耐用的塑胶料，去做较需要活动的紧这种部位。And what this printing technology enabled us is to have the soft parts be really springy, so have a low viscosity. So when I touch it, it actually springs back immediately, and this allows us to have a more natural robotic arm compared to the one that we were able to manufacture before. 研究团队搁伫3D 列印机加装镭射扫描，检查每一层材料敢唔平，再去调整后一层使用的材料量，确保上尾的成品会当真完美到做伙。And then here we have fishing line tendons that interface with the actually printed tendons and connect them to these motors down here. And if I pull on one of these fishing line tendons, then I can actually move the finger. 相关的研究结果和新谱的应用已经发表在自然期刊。研究人员讲，后一步会继续探索新的技术和医学用途的结合。公司新闻简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下半部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0度，中部地区18度到24度，南部地区18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4度。外岛地区13度到24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